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山道旅人。今集嚟到深圳坪山，個半鐘頭上到深圳版千島湖，沿途仲有神秘嘅電塔陪你玩，成日都聽到電力嘅摩擦聲，好似行緊科幻片嘅場景。山頂仲有個封咗嘅艇，但隔離嗰個小平台已經好勁，打卡真係超正。穿過第二個亭之後，嗰種豁然開朗嘅氣息令人心曠神怡。究竟條隱蔽入口喺邊？最震撼嘅 view 要點樣睇到？睇完呢條片你就知道啦。離呢度最近嘅口岸係蓮塘，打車30分鐘，大約40蚊。目的地坪山10號橋，呢個方向呢就係打鼓漿。咁我哋呢就係行側邊呢條路呢去到10號橋嘅。上邊有塊牌呢就寫住三洲田水庫。咁喺呢一度呢就會有一個圍欄嘅。咁我哋呢就用圍欄呢個入口入去。咁我哋依家通到就會行到嚟，咁啊開始會見到有一條用木頭砌成嘅登山路嘅，由入口行到上嚟大約5分鐘度呢，會見到第一個燈塔嘅。咁喺前邊呢，就會有一個比較斜啲嘅山路。咁有時呢，會有2條分岔路嘅，其實呢條路呢，都係行翻過嚟同一條路嘅。好快我哋就嚟到第2個燈塔。前面嘅路係咁樣嘅，繼續。大約15分鐘之後，過咗2個燈塔，咁之後再行一條比較短啲嘅斜路，就會嚟到一個比較平啲嘅山路。前邊呢有一個指示牌嘅，咁呢指示牌呢，佢冇講到呢一邊會去邊一度嘅。我哋個目的地呢係打鼓漿，咁樣就係左轉上去。一左轉上嚟咧，好快見到前邊有第3個燈塔嘅。呢個燈塔就有啲電嘅摩擦聲啊。燈塔前邊呢就係寫住昆鵬徑第12段，編號係 YK248。到嚟第3個電塔已經睇到遠處嘅風景啦。打鼓漿係深受深圳本地人歡迎嘅行山目的地，海拔大約529米。因為山頂圓潤平整，遠睇就好似一個大鼓，所以得名打鼓漿。而三洲田水庫因為島嶼眾多，被稱為深圳版千島湖，係呢度最出名嘅景點。由10號橋行上去，大約需時個半鐘。雖然位處於坪山區，但係同時可以睇到龍崗、橫江一帶嘅風景。第4個塔下邊呢係有一條比較斜嘅路咁樣上去嘅，咁我哋呢就行一條比較冇咁斜嘅路，嚟到呢個十字路口呢，就向翻電塔嘅方向行翻過去。行咗大約5分鐘度，我又聽到一啲電力嘅摩擦聲。咁好快呢，我哋會去到第5個電塔，聽到有啲開爆炸聲喎。用品方面，建議大家着齊行山鞋同埋帶一雙拐杖。行咗大約20分鐘到，我哋依家又去到第6個嘅電塔啦。咁呢個第6個電塔呢，我覺得值得喺呢度呢打卡。龍崗區橫江嗰邊嘅風景呢，都可以睇晒。過咗第6個電塔就會見到自助飲品售賣商，買唔買就自己決定啦。呢個即係擺一啲嘢飲嘅地方呢，有一凳啦，同埋有左右2條路嘅。咁我哋呢就行呢條右邊呢條路，咁比較平啲，同埋有打理嘅。我咧見到呢個位置呢，就係潭仙公廟啊，馬崙山腳禁止採挖竹筍，就係坪山區遠足徑郊野徑導覽圖。我哋而家呢，就喺呢個位置嚟嘅，咁樣就已經去到打鼓漿，好近噶啦。咁如果再係沿住呢條紅色呢條呢，就係叫做昆鵬徑。咁我哋係行緊第12段嘅。之後呢幅圖嘅旁邊啦，好似頭先咁講啦，有個指示牌嘅。咁我哋又望下，係啦，呢度如果係一路再係向右上呢，就會上到去打鼓漿。
直望過去呢，就係一條好長嘅平路，喺呢度可以睇到一個綠色嘅湖，同埋180度嘅橫江龍江風景。打完卡之後可以翻去呢三叉口，向上望就會見到第7個電塔。到嚟呢度呢，真係要揾少少嘢借力啦。有爬山繩幫助上山落山。今日呢條路線有4個位置有爬山繩，我只能講話整得出嚟係有用嘅。過咗燈塔嘅路係比較多大嘅石頭，方便借力嘅。咁咧可以喺個廟度休息下啦，或者咧就穿過廟繼續向前行嘅。過咗電塔之後，好快就會見到第1個亭。幾個月前仲可以上到去，不過依家就封咗。睇到2樓嘅螺旋樓梯嘅扶手都拆咗啦。不過唔緊要，我哋就繞過呢個亭，右轉，沿住個亭行出去就會見到呢個小平台。究竟同個亭有幾遠呢？擰轉頭就係咁樣啦。呢度就係深圳打鼓崗，望落去嘅三洲填水庫就好似一塊被群山攬住嘅翡翠，雲層就好似一塊薄薄嘅沙，將遠山同埋湖水都罩喺一片朦朧入邊。而湖水靜靜咁樣喺綠色嘅島嶼之間，風吹嗰陣時咧就會泛起一絲絲嘅漣漪。我哋繼續行啦，咁啊而家穿過咗第1個徑之後嘅路咧，都係幾平坦嘅。咁呢條路嘅旁邊咧，會見到一個好似風力嘅發電機嘅，一個好似風力嘅發電機咁嘅，呢度又會見到。原來呢條路咧一路呢條路一路向前行嘅話咧，就會好快就會見到第2個亭噶啦。呢度係馬廬山公園嘅一部分，開放時間係每日朝早6點去到晚上6點。條路呢，咁啊有啲危險嘅，咁啊自己衡量啦。因為穿咗出去呢度呢，有一個斜斜地嘅平台嘅，行出去之後呢，就會見到，哇，好靚喎！呢度寧靜隱隱滲透住一種令人忘記煩囂嘅力量。每座山、每塊石、每條路，都好似喺度講緊屬於呢度嘅故事。身處其中，我好似融合成故事嘅一部分。我哋就回程經返第2同第1個亭，相同嘅路線出返去，見到指示牌行馬廬山西北門10號橋條路係易上難落，而呢2條路落返嚟嘅山腳入口都係喺碧山路，2個路口好近，爭1分鐘路程。西北門條路冇咁斜，比較啱落山，所以建議大家都係10號橋上西北門落啦。行大約2分鐘呢，就嚟到碧山路呢一個十字路口嘅。
希望呢條片對你哋有價值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